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第14屆全港 DSE 模擬試，OK 啊，數學科解題嘅部分，OK 啊，咁今日為大家講解嘅就係35條嘅內容啦，OK 啊，咁就係月報嘅一條題目。咁啊喺過去有考核過呢本題目嘅年份唔係好多嘅啫，就係14、18同20，咁大家可以做翻對應嘅年份嘅。咁其實主要今次考大家咧，其實就識唔識得咧去將咧，OK 啊。一條橫線啦，OK，啊應該咁講，一條垂直線咧加上幅圖上邊咧，令到我哋揾到嗰個 A 啦同個 B 嘅範圍出嚟嘅，OK，咁而家咧我另外咧就係畫一幅呢啲圖像，咁啊我就攞y 等於 A 嘅負 x 次方幅圖去做位置啦，咁樣咧，咁咧根據條題嘅意思咧，佢係幅個咩圖像嚟嘅？OK。而我哋要加嘅線咧，其實我諗大家咧，就可能喺堂仔都會見過噶啦。咁就係加一條咧叫做 x 等於1嘅垂直線。咁呢條 x 等於1嘅垂直線咧，一定會同呢幅圖像會相交嘅。相交嘅位置咧，大概就喺呢度。咁因為佢個 x 一定係1啦，因為佢喺嗰條紅線 x 等於1上邊，而佢個 y 值係跟翻呢條式去計咧，佢就會係 a 嘅1次方。咁 A 嘅負1次方咧，因為係 y 坐標啦，咁要睇佢大細咧，我哋可以將佢投射翻喺個 y 軸上邊，即係畫一條水平線，畫翻個 y 軸度，呢個就 A 負1次。OK，好啦，咁你會發現咧呢啲指數嘅圖像咧，佢會喺 y 軸上邊相交嘅。咁而呢個位置係乜嘢咧？呢條位置咧，其實就會係當個 x 係0嘅時候，你用翻呢條式計咧，佢就 A 嘅負次方，即係 A 嘅0次，即係1嘅。咁即係話而家你好清楚見到個1咧，就喺個 A 嘅負1次樓上。咁即係話我哋會知道 A 嘅負1係細過1嘅。OK，咁但係當然啦，佢都會係大過0嘅，即係去0上邊。OK，但係1樓下。咁所以1/A 咧就會細過1，大過0。咁所以我哋將個 A 調過去乘嘅時候咧，咁就 A 大過1嘅。OK。咁即係話知咧，我哋就會知道咧，OK，第一個句子 A 大過1落句係成立嘅啦。好啦，咁跟住第二句咧，佢就問 A、B 乘埋係咪大過1啦？但係坦白講，其實如果你知道個 A 係大過1咧，其實個 B 都係大過1嘅，因為其實你要做嘅嘢，只不過就係將呢度嘅 A 全部轉晒做 B，因為 B 嗰幅圖嚟講咧，其實同 A 嘅畫法其實係一樣嘅。OK。咁所以如果呢啲地方我選擇做 B 嘅時候咧，其實最後呢個結果咧，我哋就可以將佢寫作為 B 大過1。咁所以其實我哋知道同樣地知道 A、B 都會同時間大過1。咁佢兩個都大過1嘅時候乘係當然係大過1啦。咁所以嗰句説話都係會成立嘅，都係會成立。咁反而比較有趣少少嘅地方咧，大家就可以比較下，咁究竟係咁大家都係大過1啦，個 A 同個 B，咁但係邊個大啲啊？咁講，OK？咁其實咧，我哋翻去先幅圖都會知道嘅。咁我哋從人哋畫翻條 x 等於1嘅線，OK？咁你會發現咧，佢就會由上而下嚟講咧，佢會先同 B 嗰幅圖咧會相交，咁所以有1B 負1次，咁而下邊嗰個咧就會係1A 負1次。咁所以你會見到咧，就係 B 嘅負1次會大過 A 嘅負1次。咁但係1/B 大過1/A。咁再相反嚟講咧，其實咧就 A 就會大過 B。咁反而就會有一個比較即係特別啲嘅關係式出現咗啦。咁樣咁呢度係另外提一提嘅啫。咁個題目就會有問到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再第三句説話。咁第三句説話就難少少啦。咁我哋咧就要將 QR 嗰個長度同 PQ 嘅長度除，去睇下佢係咪呢一個表達式。咁但係呢條水平線咧，我哋未有方程式嘅。咁所以我哋就要送方程式俾佢。咁呢個方程式咧，你可以叫佢做乜嘢咧？叫做 y 等於 k 啦。OK，y 等於 k。咁所以喺呢幅圖嚟講咧，我哋會知道一個 P 嘅坐標咧，會係0k，因為佢 x 會係0，佢個 y 會係 k。咁而 R 同 Q 嗰兩個搭個坐標啦嚇，咁樣咁其實就唔難做嘅。咁譬如我哋做個 Q 啦，咁個 Q 咧其實就係 y 等於 k 嗰條線啦，同
y 等於 a 嘅負 x 次方呢條線咧，就係解聯立方程。咁所以我知道 a 嘅負 x 次就等於 k，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兩邊對 a 去進行 log 嘅時候咧，底數 a 嘅 log 咧，咁我知道負 x 就會係 log a k，咁所以佢嘅 x 咧就係負 log a k。喂，咁所以結果我哋知道咧個 Q 嘅坐標咧就會係乜嘢咧？就係負 log a k 嘅。OK。咁但係記住啦，R 就唔需要重複做多一次啦，因為 R 嘅嘢咧就只不過係即係 R 嘅坐標，只不過係將呢度嘅 A 全部轉晒做 B 嘅啫，就好似上邊呢度咁啫嘛。你將啲 A 轉做 B，你咪知道 B 大過一咯。咁呢度一樣，你將啲 A 轉晒做 B，你咪知道 R 嘅坐標其實就類似地就係負 log BK 等 K， 即係呢個。咁我哋有齊晒三個坐標咧，咁我哋去揾嗰啲長度咧就比較易啦。OK，咁我再寫埋落去咯喎。咁佢而家咧就要揾 QR 咧做呢個 PQ。咁 QR 嘅嗰條長度咧咁樣，咁我哋要減嚟講咧，我哋要睇下邊個 X 大啲。咁因為 Q 嗰個 X 嗰個位置就會較為右邊，咁所以 Q 嘅 X 會大過 R 個 X 嘅。咁所以減嘅時候咧，我哋將 Q 嘅嗰個 X 負 AK 去減負 BK。OK。咁 P 同 Q 咧，咁就 P 嘅 X 大啲嘅，咁啊變咗佢減負 AK，就變咗呢個。好啦，咁啊首先我哋將一啲負數嗰啲符號稍微化簡下先啦。好啦，咁跟住我哋咧可以咧選擇分開除開佢嘅。咁啊正嗰個，但係正好嗰個行可以擠翻喺前邊，負號個擠喺右邊啦。咁但係呢兩位一樣嘅，相除就係1嘅，咁所以變咗減1。咁呢度咧就變咗 log k over log b，OK，去除 log k over log a。咁呢度咧就用咗一個好簡單嘅換題公式，最基本啦，覺得。OK，好啦，咁即係換言之就即係 log a over log b 乘 log a over log k 減1，咁樣做佢。咁所以結果就會係 log a over log b 減1。咁呢個作換題公式轉一轉佢個形式咧，佢就嘅底數係 b 入邊嗰個 log 嗰個數係 a 減1。咁我哋睇翻呢個就係小朋友嘅答案。咁所以第三句説話係正確嘅。OK，咁所以到最後咧，其實三句説話都啱嘅。咁所以答案係 D 咁樣。OK。咁亦都同往年去考過嘅年份一樣啦，14、18同20，佢最後嗰句説話咧，其實都係呢一啲化簡嘅題目。OK，咁啊較為複雜少少啦。咁但係其實要大家去揾呢一啲長度嚟講咧，我諗個難度高，甚至大家可能係代數嘅方法，將啲 A、B 或者係 K 咧轉晒用數字咧，就會更加容易啲揾啦。OK，咁呢個題目我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次題目再見，拜拜。